主后2024年11月30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你徛踮倒一边？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。但以理书12章第50到13节。后来，我但以理看到有2个人徛地，一个伫河的这边，一个伫河的迄边。其中一个对另外徛伫河水顶面穿幼麻布的衫迄个人讲：这奇异的事，什么时会实现？迄个徛伫河水顶面穿幼麻布的衫的人向天举双手，我听见伊基永活的主宣誓讲：过3年半，就是残害遐圣的子民的势力结束的时，这一切的事拢会实现。我听了袂明白，就问讲：我的主，这事的结局会安怎？伊讲：但以理，你毋免操烦，因为伫末日以前，这话拢会封密保密。一定会有真侪人得到洗清、洁净、接受锻炼。毋过，歹人会继续做歹，这个事歹人袂明白，只有智慧的人才会。对禁止逐日献祭予上帝，搁在迄个至高灭亡可恶的上迄日开始，就搁听候1290日。所有坚持到1335日的人真有福气。你着坚持到结局的时，你会得到安息；到末日，你会搁起来享受你的福分。你徛踮倒一边？伫教会谈论政治是真敏感的代志，兄弟姊妹常常会彼此提醒，伫教会莫讲政治，互信仰归信仰，政治归政治。因担心彼此会因为立场无同发生争执，导致教会发生问题，甚至分裂。因为安尼，才有顶面得讲的提醒。伫台湾的历史中，捌发生侪遍政治迫害，受迫害者担心二度伤害，因为安尼，多数人会对政治议题敬而怨之，担心受到牵连。不过，但以理并无秘点信仰的像个塔，反倒针对当时的政治、国际局势，甚至几世纪后的政局发出预言，包括迫害者甲受迫害者的结局拢清楚陈明，互上主的子民有极大的盼望，指望上帝高举家己结局必然是可比的。圣经记载，末日来临的时，要有大灾难临到。患难将是甲上主的子民对消势力中分别出来的过程。当大灾难来临的时，既然名受记点生命册的人要得到拯救。米迦勒是上帝的天使长，也是守护以色列的天使。为了保护上主的子民，米迦勒和波斯的护国天使，甲希腊的护国天使征战。过无偌久，史无前例的大灾难就要来临。总是大灾难的来临，也是拯救和审判临到的时刻。上帝得要奖赏义人，惩罚歹人。若是歹人，就是遐个敌对上主和伊子民的人。甲上帝作对和迫害伊子民的歹人，落尾拢会互上帝刑罚和灭绝。上主差派天使但以理启示，圣民虽然会遭受帝国的迫害，但是真正认捌上帝的人，毋但家己谨守信仰，
也会教导其他的人对上帝忠心。虽然对上主忠心的人会为着信仰付出代价，互迄烧死、受抢夺，也是受俘虏，但是圣经指出，因为搁我享受永恒的性命。遐个背道离弃信仰的投机分子，会承受永远的见笑和厌恶。迄拥有帝国关系的迫害者，因为伊的恶行亵渎上帝，要受刑罚。遐个攻击上帝和伊子民的恶者，将要灭亡，无人帮赞。对伫患难中的人来讲，这个异象是极大的安慰。原来一切拢伫上帝的掌管中，上帝袂容阮圣民的受得继续迫害，伊要刑罚迄甲伊做对敌、搁迫害圣民的歹人。基督徒爱用有备无势的态度生活，免得陷入信仰危机。身处患难的基督徒需要对上主来的属灵分辨力，甲坚忍的心，因为通过患难和试炼的磨练，会当互基督徒达到完全做上主的子民。上帝一定会实现伊的计划，绝袂改变。默想，我安怎伫济意见的环境中保有对找上帝的心意和正直的行动？面对和我立场无同的人，我要安怎甲伊斗阵，搁同齐奔走天路？我安怎伫济意见的环境中保有对找上帝的心意和正直的行动？面对和我无同立场的人，我安怎甲伊斗阵，搁同齐奔走天路？咱来祈祷，亲爱的上帝，感谢你透过历史来对我显明你的旨意，祈求你保守我的心怀意念，继续伫这多变多元的环境中，行伫真理的道路，直到见你的面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